立仁高中这个学生尤定新带着骨肉瘤，也毋过伊真乐观，除了努力对着学校的进度，阁会做这种树枝土送予医护人员，真大心。 手正卡尤定新专心咧做树枝图的创作，为小学3年开始到即马，这项兴趣嘛陪伴伊行过抗癌的路。当下是蛮错愕的，就是原本只是以为只是单纯的脚痛，没有想到就是会这么严重。 国一骨肉瘤发病一开始嘛，唔知要安怎较好。伫亲人的陪伴之下，伊拍拼对抗病魔。虽然逐摆入院治疗，拢要用真久的时间，也毋过伊坚持要去学校上课。他在班上都很勇于回答老师问的问题，然后也会下课也会和同学一起聊天，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病魔的时候很乐观，然后这个是我可以向他学习的态度。 这真逼真的圆壳胖是定型做好医护人员的礼物。真乐观的伊，要用坚强的意志战胜病魔，活出家己的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